继续来看花莲寿丰盐寮村的山坡地，最近受民众发现强乱倒粪扫，大部分拢是建材甲装潢的废弃物。环保局是表示，已经请检方来协助调查，依法开发。一个接到民众通报有人伫山坪乌白等真侪粪扫，花莲县环保局随甲保持环境以及林保署巡山员到现场查看，看到超过1000平的山坪拢遭粪扫，内底有装潢废弃物、水泥建材、家庭的旧衫等，连军服都有。我们以废弃法46条来做第一项第4款来做处理。相关的罚则呢，它是处以1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，有期徒刑以及并科罚金1500万。当地民众私底下表示，这个所在因为较严格，附近无住体，暗时较暗的情况下，都变做有心人处理粪扫的所在。进前慢慢发生过几落届，暗过土地属有一半私人，一半国有，爱向负责管理，煞有问题。我们一样就是会先调查地主以及行为人。那如果查获行为人的部分呢，要求行为人要能够做改善，以及负起相关的责任、刑事责任跟行政处分的责任。环保局讲，目前已经请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，协助调查相关可疑的车。目前嘛，伫粪扫堆内找到一寡小单，会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，并要求地主爱做好管理责任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